首先我要介紹上半部嘅主角嘉賓出場，佢就係德國 La Rose 護膚品嘅美容師 Icy。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Icy。大家好啊，咁我叫 Icy， 咁係代表呢個La Rose 嘅。咁啊今日嘅出席咧咁多在場嘉賓啦，咁可能今日嘅天雨嘅關係啦，咁其實咧都唔緊要嘅。咁我哋今日嚟講咧，希望可以將我哋嘅知識係可以帶俾大家嘅。咁如果啲問題嚟講咧，可以事後再問啦，咁我絕對冇問題。咁我哋同問一個必答嘅，除咗私人問題之外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嚟講咧，我哋會係上半 part 咧，係想介紹我哋咧喺雅姿嚟講咧入咗一部叫做藍寶石嘅物理護膚儀器。咁其實我哋呢部機嚟講喺市面上咁多美容嘅儀器嚟講咧，咁你點樣去選擇一部儀器去做你嘅治療嘅皮膚咧？咁首先要問翻自己先，究竟皮膚出現咗啲咩問題，而你係解決唔到嘅，而你係需要係解決嘅啲咩方法咧？最直接係乜嘢啊？有冇人答到我？有禮物派嘅，通常有冇人想試下話俾我聽？當你發覺嘅皮膚出現咗問題，你第一時間會諗到啲乜嘢咧？有啲咩方法可以救到自己啊？邊啲人可以救到你啊？嗱，我話俾你聽，阿爸阿媽一定救唔到你㗎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嘅皮膚出現咗問題，咁應該係個問題發生係啲乜嘢咧？係外界嘅嘢啦。外界影響啦，身體裏面嘅影響啦，或者飲食啦、天氣啦，最難係避免唔到嘅咧，就年紀嘅問題，係嘛？咁其實如果因你嘅年紀係長大的話咧，其實你嘅皮膚嘅問題、身體嘅狀況一定係出現問題嘅。如果話你年紀成長嘅健康係冇問題咧，係絕對係點啊？冇可能嘅。